希塔美德下載自信。自信係一種強大嘅內在力量，佢讓我哋能夠無畏地面對挑戰，並且相信自己擁有完成目標嘅能力。自信嚟自於對自己嘅深刻理解同埋對未來嘅信任，讓我哋能夠喺不確定嘅環境中依然保持堅定。自信並唔代表係要驕傲，而係一種內心嘅平靜同埋穩定。佢讓我哋能夠喺面對失敗同埋困難，並且喺挫折中揾到成長嘅機會。擁有自信嘅人唔單止能夠引領自己，亦都能夠啟發他人，讓周圍嘅人感受到正能量。自信就好似一座堅固嘅基石，無論風雨有幾大，佢都能夠穩固咁樣支撐住我哋，讓我哋喺困境中找到力量，勇敢嘅向前行。而家我砌一切萬有嘅源頭，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自信嘅定義，我知道自信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是自信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過住自信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自信嘅觀點，我知道自信係可能嘅，我知道自信係安全嘅，我充滿自信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